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9，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国军是搁逼出间谍，这是有一个香港的查甫人受中共军委政治部的指示，假世界呢利用关公的名义来台湾，也有马祖交流的名义来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咱台湾6个军人，退役的、现役的拢总有。甲这官兵洗脑，讲中共发生战争就要激放乱，唔好抵抗。高检署即摆依照违反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名，甲因起诉。含苗的人员做伙翕相，伫相片内面穿白色的靴子。这个香港的查甫人丁小好，伫7天前以湖南省浙江马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鹿港天后宫去交流。但无想到伊真侪摆来台湾，后壁的目的是涉嫌伫台湾发展中国间谍组织。根据高检署的调查，丁小好是受到中国官方的指示，真侪摆做商务活动，也是关公的名义申请来台湾，透过地下汇兑提供1112万的报酬，吸收时的退役军人2个现役军人下令去探听基本资料，含说服现役军人2方若发生战争，带领部署消极卖抵抗。是本部执行内部清查作业时，发现杨姓少校行止涉疑，立即依国安联防机制通报国安局统合县指部、调查局等单位共办。经过严密的收证及损害管控，循线查获上游的不法组织，即报请台湾高等检察署统合台北地检署侦办。高检署18侦查终结，甲丁小好含6个现役退役的军人，照违反国安法等规定来起诉，求处重刑。国防部是强烈谴责违背忠诚义务、叛国的行为，嘛落实设备人员安全调查机制，针对中国渗透的手段这么多元，征调军上校向德温签投降承诺书，报告人是真戆野。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柯凯杰就指出，中国对台渗透的6大手法，分别是泄密、亲像无昔日签投降协议，含组织的渗透，分裂社会是中国间谍渗透到台湾的各政党和科技泄密铺设地带的行动。我们刚买的高科技武器系统的这些部队的士官兵，因为这个武器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操作手，他们非常清楚的如果他们把这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所有的参数向外透露，我想中共对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中国渗透的目标过去是锁定国军的高层，即马毋若是扩大到基层的官兵，一般的民众嘛防锁定。陆委会表示讲，因为中国的渗透防起诉的人数连续几年一直增加，2022年有28个人，2023年来到86个人，去年超过100，有168个人。学者认为讲，应该要加强预防作为，落实全面国防，才会当防止中国的渗透。记者综合报道。要落实全民国防，即马国防部9月份的时有推出新版本的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已经指示全台983万外户，家家户户拢要有一本。国防部也会申请经费，即马印1100万本，会比照上选举公布的方式，分4批落去分，头一批会对外岛开始分。印刷的工作人员当咧赶工课，国防部9月份推出新版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指示，要互家家户户拢摕到纸本的版本，所以国防部头一届做普发，这个普发的版本内底还佫有新增加内容，亲像头一页有总统的誓言，还佫有警报信息，甲绑山乌一楼加入去。总统在上面署名，可以让许多的民众觉得这一本指引会更有信赖感，因为威权主义的扩张也日俱的严峻，更凸显发放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做普发的必要性。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的家户数差不多983万外户，国防部拢总印1100万本。针对外界关注为印刷甲本类的费用，国防部讲，因的费用是申请行政院第2预备金4279万，中华邮政的运送费差不多180万。内政部比较选举公布，采用民政系统来分，作业费差不多1988万。我想我们用最低廉的价格，大概初步的估计大概应该在180余万元，大概是1988万余元那是以整个这个普发家户每一本大概2元的作业费。那本来的时间，国防部规划分做4批送去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公所，考虑时空甲距离，头一批19开始发，优先以离岛为主，按说明年1月初5进前会全部拢本类。
针对普发纸本的版本，这费用加起来至少要6447万，却有在亚质疑是咧无采钱。这里面很多美国的做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又顾忌在北京，二方面他希望台湾能够加强军备啊，所以他发这个手册，某种程度就告诉台湾老百姓准备打仗。我们平常呢，家里的门口也会装锁了啊。如果锁坏掉了，如果今天说啊，赶快要把这个锁呢换成一个新的，请问你会不会说是不是明天小偷都要来了，不然今天干嘛换锁？你不会讲这种话嘛？这个普发的版本嘛，考虑偌侪人数，英语的版本印105000本。外交部讲，有甲各国驻台机构初步讨论，提出8万本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再来关心天气，日手上强的东北季风冷空气到位。今日透早，伫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2度4。咱来看分度。今仔日整体水气有较减少啊，这方面呢，桃园100甲宜兰花莲会落低暂雨，那中南部伫早起顶部也有可能会落13、18雨。过到了后呢，就会转做侪份好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台南100甲宜兰伫早起暗时低温是15度至17度，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是18度至20度。因若日时的时，北台湾高温嘛，敢若17度至18度，其他的所在就会回温到20度左右。因若南部高温也有25度至27度，会感觉较舒适。冷空气到位，今日透早上低温就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2度4。因若这几天全台湾拢会感受到天气变较凉。上冷的时间是今日透早，也有下暗到明仔载透早。因若拜六礼拜温度就会回升，也过真紧，后礼拜一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入秋了上凉的一波冷空气来啊！气象署有讲，上冷的时阵是拜三透早，也个拜三暗到拜四透早。自北到南拢会当感受到这几天的温度伫咧降，维持敢若磁流拢共款。我们预估在低温部分，马祖大约是12度左右，金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大约14、15度的低温，其他各地的低温则在17、18度左右。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平地温度还会再低个1、2度。那至于明天白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明天白天各地的高温还要比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再下降2到3度。台北有一寡所在落雨毛啊，是固定，到拜三拜四水气会慢慢愈来愈少。北方的中南部地区侪云到好天，有可能会看到日头，严格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到拜六各地温度就会慢慢回升。到周末会慢慢的呈现回升的趋势哦。那下个礼拜看起来会再有新的这个东北季风再南下，一直到月底之前看起来这种陆陆续续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个状况，大概都会持续。虽然这边的冷空气并无达到冷气团的等级，不过也是会观察所落来温度的变化。气象专家提醒讲，这边冷空气全台湾温度降的情形拢真明显，尤其是中南部早晚温差大，天气冷搁湿，有一寡农作物恐惊会拄到病虫害风险，这就是头仔岛，所以农民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咧变化，寒人病毒就靠炭，不管是流感也是肠仔病毒，拢有出现重症的案例。因若顶礼拜咱国内就有10例流感死亡的案例，也有1例是拄出世的红婴仔因为肠仔病毒过往。提醒家长注意热天流行肠仔病毒，伫咧寒天也出现流行期。疾管署表示，国内增加1例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案例，是中部一名1个月大的查某婴仔，累计今年有19例肠仔病毒重症，内底有9例死亡，是最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顶礼拜肠仔病毒看病的人数有11223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3.9%，也超过流行季的11000人。疾管署提醒，肠仔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1颗11型的这个肠病毒，最主要是侵犯的是新生儿，那造成的症状呢，就是可能是这个肝炎、心肌炎啊，或者是脑炎等等的，就是全身性的症状。过去几年确实也有在入冬以后才进入流行期的一个情况发生，大概是2016跟18年。
还有2024。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阁拖4个多月，爱到休寒才会结束。另外流感的部分，因为日本、韩国流感疫情真严重，疾管署也建议要出国的民众爱注意。尤其呢，我们的一个邻近国家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呢，流感的一个疫情呢都急速的一个上升。那也可以呢，在出国前2周呢，跟医师呢做一个讨论，自费接种流感疫苗。疾管署表示，虽然国内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有比顶礼拜阁降9.1%，但是流感重症的死亡个案也增加，顶礼拜增加42例流感重症，10例死亡，重症当中阁有95%是无注意放下的。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最近日本、韩国、咱台湾附近的国家流感的疫情拢有变较严重，尤其日本顶礼拜流感的病例就加1倍半。疾管署即马是提醒有要出国的乡亲，建议要出国进前要先注意防晒。来看《自由时报》，有一寡大学对12月底就要开始休寒，所以呢，在大学生会有上长的寒假。中国即马锁定这少年家，推出假旅游真统前的交流团，介绍家属10000块、2万块就会使去中国大陆旅游，而且呢，在大学生的社群咧招人去。教育部即马已经发文予学校提醒学校甲学生唔通转团来替因宣传嘛，唔好去参加。来看《联合报》，台积电前驻深研发副总罗维仁7月份退休进前，那亲像是早走2奈米先进制定的资料，即马佫传出讲伊要转去 Intel 上班。咱台湾高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要厘清干部牵涉不法。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伫昨昏参加台湾美国商会年度活动。前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伊是表示，台湾对民主国家甲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有真重要的意义。那郭立坚嘛表示，美台咱台湾和美国的经贸关系，要进入黄金时代。继续深化台美关系，台湾美国商会2025年度会员大会10月开始，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拢来参加。蔡英文致辞时讲到两岸安全议题，伊表示，台湾对民主国家甲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郭立坚发表主题演讲时讲到，美台经贸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背后的推手就是 AI 革命。I sincerely believe U.S.-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 are on the cusp of a golden age, driven by the AI revolution an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one focused on cost to one that is built on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AI 甲半导体等新科技加做各国拼场的新战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专家分析，为川普的上新讲话来看，对台湾半导体的关税税率恐惊未伤过低。We had 100% of the chip industry, and then they left. They went mostly to Taiwan and South Korea, but mostly Taiwan, and they have almost 100%. And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 10个台股淡薄，最后收跌上低点26756点，盘691点。分析师认为 AI 概念股出现起势回动，暗过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释出晶片消息，也造成股市无稳定。在美国投资不见得会成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两难，你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那到最后我们可能整个半导体业就会被它拖垮。所以这个风险当然会造成我们现在在股市上会有动荡。在外界对关税甲产业前景高度关注的同时，郭立坚也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支持两岸对话，相信无同意见应该在无受威胁的情形之下，用双方人民拢能接受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经济人力银行的统计调查，今年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伊若平均是发1.56个月，领上侪是半导体产业。即马因为美国关税无确定性的影响，真侪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嘛是较保守。要毋过呢，这公司有考虑讲营运状况，还有市场真欠工，嘛想要维持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明年也是有60%的公司愿意替员工调薪水。
伫明年底啊，真侪民众嘛开始得期待年尾奖金。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年终的金额平均是1.56个月，其中年终上侪的是半导体产业，拍算是发1.98个月。应该电子业的谈法都是当时候谈好，就是1年多少年薪，然后年终就是几个月。13个月，那年终可能就是1个月；14个月，可能年终就是2个月。1个月当然可以2个月更好。另外，在调薪水的部分，科技、软体也有网络产业等等是调薪调上侪的。根据调查，因为美中关系和关税政策的无确定性，多数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也是偏保守。敢若半导体产业对明年发展有较乐观的态度。但是考虑到公司营运状况、欠工和维持市场竞争力，明年也是有64%的公司愿意起薪水。人力银行是讲，员工若是要有更较好的薪水，嘛建议会当进修 AI 科技的能力，来应用即马机械制造业、电子零组件和电子制造业对 AI 的人才需求。其实 AI 已经变成我们企业上面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能力项目了哈。那不断的去挖掘具备有 AI 人才的人，当然是目前企业常在做的事情。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目前台湾整体的薪资扁平化趋势是愈来愈严重，人才拢走对薪水较悬的高科技产业去，其他产业招人才压力嘛是愈来愈大。嘛，服务业界要请人才，除了薪水、品牌，也有其他福利等等，嘛是民众找头路的事的重点。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继续关心交通部，即马有个要修正汽车运输业客货运价准则，规定讲机车的外送运价公式，若是有必要，买当来收等的费用，还有备上楼的这费用。有个期是60天，上紧明年2月份开始实施。外送员伫街路巷仔内骑车骑来骑去，无用得替人客送物件。为着互外送运费有合理的计算，交通部进行一个上新的外送运价公式。若是有必要，外送费会当加收等台费、劳站费等其他费用。你看人家要骑车，然后还要送到那边，还要往上走，其实这个都是相对要付出来的成本。所有的服务啊，就是使用者付费啦。对，我是觉得使用者付费，因为我觉得合理就好了。交通部表示讲，全国内差不多有15万人做外送业，即摆的修法特别针对奥多巴的外送，定出独立的计算结果。奥多巴外送的每单公里基本运价是1，再搁加上合理的经营报酬率，乘每车公里合理成本，再搁都平均每车公里接单数，必要的时阵会当加收劳站费、过年的加成费等等。草案的话，主要是规范最多能收取的上限，商家抽成的利润去补贴运费啊，你那个平台有一个商业考量。事实上，伫去年交通部就捌针对外送运价提出修正草案，但是因为争议伤济，落尾无结果，即马搁一摆提出预告。不过，外送产业工会这团体同款有真侪疑虑。2大平台业者为基准下去规划这个运价的话，那你其他没有跟餐厅抽成的中小平台，那一定会倒闭。这个标准你们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制定哦，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地方政府会变成是无头苍蝇。交通部强调，外送运价公式确定了后，会互公路局来启动5边的协商，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平台的业者、外送员工会和消费者团体做伙讨论，照无共生活口来定定各地的运价。预估期有60天，收集各界意见，相信伫明年2月完成修法上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华的文雅特牧场伫关节期间，佮交分普年的鸡卵出货，走去市面上。检方即马扩大侦办了后，发现讲去甲卵再转来卖的一间台中的隆中卵行，这个姓林的负责人，互检方审问了后，尾也是以20万交保。台中市府嘛有公布3部间有用到这卵的店头，业者即马拢已经换合格鸡卵啊。也让中华县政府另外嘛有公布有1万粒的有问题卵走去新北市，内底有4600粒的卵已经卖出去啊。当机械车辆来回到涂骹的2接4过盆，中华县文雅特牧场鸡卵分盆年超标，紧急封存的25万粒鸡卵，17暗由中华地检署指挥保持总队甲中华县府专属销毁，检方另外指挥调查局所属台中市隆中卵行，佮带回负责载卵的姓林负责人，获审了后认定涉款是按花加早期罪嫌，裁定20万交保。局者表示配合检方调查，也法院往强调家己也是受害者。搜索涉案鸡蛋商，并带回负责人，认为涉犯诈欺以及违反食安法，罪嫌重大，
讯毕后交保新台币20万元。明明就是不知情啊，对啊，你说交保20万真的是很无辜，我不知道对我们所谓的诈欺罪在哪边，赌又不是我放的。两件甲彭广告超过4万粒本地卵，伫解除移动管制期间流入台中市海线35间店头，包括早顿店、点心店、烘焙店甲商旅。部分店头表示，查实知影消息的已经退换货，也毋过也有已经使用完，目前拢换合格的卵。10号左右，他们有通知我们说这一批蛋可能有问题，那我们也是在当日的时候就跟他们处理，就是把那个我们原本里面所有的蛋，就是全部退回给他更新。那一批呢，都已经这个用完了，哦，那我们目前现在的这一批蛋呢，是有经过检验合格，它是没有问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18日议会备询的时透露，文雅土木场第2批毒鸡卵，毋若是流入台中，希望有关单位赶紧公布，以免形成食安的恐慌。就我了解，不是只有流入第2批，它偷卖的这个不是只有流入台中，是应该别的地方还有。毒鸡卵风波炭烧，中华管府表示，18搁较公布1万粒未起申报，已经回收5400粒，也过有4600粒已经封闭出去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马太安溪水位伫昨昏阁熊熊涨起来，现场的施工单位看到了后是赶紧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即马表示，即个大水和崩山湖无关系，也嘛会加强监控。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后重建特别预算，行政院表示，即马整合各机关的需求了后，会变270亿。头尾沟仔水灌真济土沙来，不过河床内还阁有基具的施工，看水愈来愈悬，只好暂时停工。花莲马蛋溪水第18早起阁熊熊涨悬，现场厂商只好紧急撤离。公路局花莲工务段表示，目前登加河床污侵，还阁有清暗管，因为水位涨悬，只好暂时停工。它包括这些要清理的东西，整个又被这个暴涨的河水又冲掉了。是昨天我去看，他们讲说大概是3倍大的水。那这个状况就不行啊，这个有危及我们的施工人员的安全。花莲工务段是讲，因为马大安溪河床规个短悬，水若退都会加速便道的修复，已经有规划更便桥增加伊的宽度，水位会涨悬。林保署花莲分署讲，这可能甲这几天落雨有关系。附近下雨之后，集水区的那个集水区，它集中的水都流到那个河道里面流出来的，跟盐塞湖没有关系啊。林保署花莲分署是讲，崩山湖的监测数据无变化，毋是一楼造成溪水涨悬，也会加强水情的掌控，也甲相关单位应变机制。针对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灾后的重建，立法院进前3读通过经费上济300亿的特别条例，行政院统整各机关的需求了后，拢总编列270亿，要捞后续的30亿。我们的各级学校对学生跟教职员也发挥了心理的辅导的作用，还有我们的志工团体的投入、宗教团体的投入，以及在地的几个教会，我想第一时间都充分发挥这样安抚人心的工作。另外，针对马大安溪崩山湖一楼受灾户，会当得到的直接补助，敢占特别预算的6%。在野党立委这个甲丹那市风台的特别预算差真远，对英台解说，这届还阁有14亿的成款会使用，两个受灾户规模无共，希望调压支持，会当赶紧让灾民正常生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镜头来高雄燕巢的月世界山坡地，防偷盗几若占毒的家庭粪扫。即马经过调查，目前已经锁定台南一间清运业者。毋若要甲伊废止许可证，高雄市政府嘛要重罚。毋若罚金、清理的费用，业者拢爱担。清洁人员提粪扫地一直清运，高雄燕巢一搭挖进月世界山坡地，去互不法业者偷盗真侪家庭粪扫。环保人员出动清洁人员，连清2天，总算伫18中岛清刷。我们一定严惩严办啊！这个偷盗垃圾，这个对象都已经掌握。好，从11月初，好几次的测字，
那我们也都交由警方。但今卖下令要严办，因为互人偷盗的几60栋本数，强要加路面边悬。警方清查路边的路段，这2个月监视器的画面，确认业者偷盗会当日加这个月初1。环保局会配合检警追查，后续原来依照废清罚加重处罚行为人，并求偿代清理的费用。环保局昨日清除约世界垃圾。发现包含台南今年10月下旬产生的垃圾，研判为11月上旬遭人弃置。检警目前掌握数台可疑车辆，扩大侦查中。因为部分本数为台南来，台南市政府透过破地下检查、清运车的路线来查，也有监视器的比对，锁定鲜花某一个业者有真大嫌疑。不过嘛，发现除了台南，也有别县市的本数。初步了解还有其他县市，北部的县市，对，北部的县市，对。那但是我们不清楚是这个业者也去北部收运垃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清运业者是北部南部这样跑的。台南市政府已经掌握部分本数来源的业者，不过清运业者还要查到了后会废止清运许可，佮透过电子围篱等甲中央合作的清除机构管制作为，加强道路的查查，严格防止去别县市乌白道的行为。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伫拄则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讲要求司法部就要公开已经过身的犯罪者爱普斯坦相关留落来 email 这档案。那川普甲爱普斯坦过去嘛有往来，外界即马都在关心在档案内底敢有对川不利的消息。Vote. The yeas are 427. The nays are 1. 2/3 being in the affirmative.The rules are suspended. The bill is passed. 就伫川普过日前向红改变过去几个月态度无可激烈反对了后，共和党控制众议压倒性票数通过要求司法部门公开已经过身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相关的档案。I'm grateful that you have pledged to sign this bill. I can't help to be skeptical of what the agenda is.I am traumatized. I am not stupid. 了解进前20多回，把指控和爱普斯坦性格台人加3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伫国会大楼外口，更呼吁公开相关档案，其中一个是川普以前重要的朋友。I was called a traitor by a man that I fought for 6 years for.在白宫办公室，川普咧接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对记者一直咧关注爱普斯坦的案件真不满。You're with who? ABC News, sir. Fake news. ABC fake news.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business. But 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hy wait for Congress to release the Epstein files? Why not just do it now? You know, it's not the question that I mind. It's your attitude.川普甲爱普斯坦过去有过社交 party 往来，爱普斯坦成半下被成年少女性犯婚顶。川普后来表示两人关系破裂，在档案内底是不是出现关系川普的敏感资讯，正受注目。为7月众议跨党派一定机关强制提案成为成果，议长强生白案掌控了后，一直是川普的政治痛点，所以去公开爱普斯坦档案的法案会送参议院来审议。公司新闻恩为您报道。中国因为不满高市早苗挺台湾的言论，即马宣布要伫黄海实弹演练8天。咱的国军会随时监控，另外嘛有开始应变中心。也若美国伫进前有通过代票超过100亿对台军售案，中国同款是气不噗。咱国防部有呼吁中国爱停止这款威权也有侵扰的行为。美国政府进前批准一项3.3亿美金对台军售，差不多台票100亿外。这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届对台军售。消息一日出来，中国国防部丢下断地，批评因会小心已经向美国提出正式的交涉。美国政府这一次就空军的非标准航材零附件对台军售的案子进行智慧国会的程序，这个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持续协助我们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的力量。我们始终相信，以实力为和平。国防部爱中国停止威权扩张，加一直侵扰。不过，这阵啊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先是宣布要伫黄海中部实弹射击，即马搁要为18至25伫黄海南部连续实弹射击8天，国军唔敢大意。是敌情征候及威胁程度，开设应变中心。及提升立即备战操演等作为，并先期部署兵火力应处威胁。外交部和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其实都会就各领域的议题来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此也要呼吁中方应该要善尽大国的责任，停止任何危害区域稳定安全的挑衅做法。中国连续2届军演，明显象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代志的挺台湾言论。不过，美国退将文哥马利伊讲，以国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都捌有同款的观点。China's actions over the last 5 years have driven a change. And look, Prime Minister Abe, who was her mentor, hinted at this aggressively. He said, I think quietly, that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would be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Japan.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o confusion that Chinese overconfidence today will lead to miscalculation tomorrow. 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嘛建议台湾，因为能源挖靠进口，除了扩大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深化双边关系。为了避免受到中国的压力，会当强化甲日本的能源合作。另外嘛认为美国海军应该优先规划替前往台湾的船只换挂美国国旗，同时进行护航甲商船护送的操演，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波兰当地时间16日暗时7点半到9点半，传出2站铁基路防破坏事件。波兰政府是认为讲，因为这条铁基路是真侪国家透过波兰送乌克兰军事援助真重要的路线，所以呢背后有可能是洛西亚在变鬼变怪。不过波兰目前并无证据。伫波兰东南部的小城市普瓦维，会当看到一个火车停伫铁基路，不过其他列车也是照常行驶。伫铁基路沿路4区位，大阵警察甲其他单位的调查人员，当详细地搜查是毋是有其他互人破坏部分，还是匪徒留落来混入。Wczoraj około godziny 7:30 na trasie kolejowej jeden z pociągów zatrzymał się, ponieważ zauważono wyrwę w torze kolejowym。除了暗时7点半以外，2点钟后附近佫传出类似的状况。这条铁路线是为首都华沙一路往东南方大城罗布林。当地除了是波兰的文化城镇，也是俄乌战争后欧美各国军事支援乌克兰的转运中心。所以波兰政府把箭头指向罗西亚，怀疑就是罗西亚因塞索人破坏铁基路的。Prawdopodobieństwo, że dzieje się to na zlecenie obcych służb jest bardzo wysokie i decyzje prokuratury kwalifikujące to zdarzenie również to potwierdzają. 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互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今日发生汽车弄人、亚刀啊共攻击的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重伤。以色列讲这是恐怖攻击。路透社是报讲，以色列军方表示，2个攻击者已经被弹死啊，也伫因的车顶发现炸弹，目前以色列当地处理这炸弹。另外，以色列冇去攻击别人，是对黎巴嫩南部的城市发动空袭，造成13人死亡，还有1人重伤。路透社也报讲，以色列的军方伫刚刚要去攻击南营营的训练场。因为以色列军方是对外强调讲，因为这搭是哈马斯利用来做训练的所在。来关心日本大分市的佐贺县这个所在，伫昨昏要暗暝发生火灾，火真大，烧170栋的建筑物。当地消防是伫透早4点半时才把火拍花。目前有一个屋子上失踪失联，若当地有115个家庭，也有175个人风客伫里。镜头转来讲来，伫台北市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拒绝酒测7届啊，即马罚金累积已经有500万啊。啊，毋过呢，伊同款是照常无驾照，佮啉烧酒伫车路拍走。顶日呢，伊伫新北市骑奥多拜的时，家己累残绊倒，互警方抓着，知影了后，甲验，结果同款是啉烧酒骑车超过标准，即马已经互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前当13只骑奥多拜的半路停落来，汹汹骑袂知，人含车做伙倒落去。几工前，新北市新店的这个家己累残的事故，警方甲酒测发现骑奥多拜的酒测值高达0.83。食酒赛车的查甫人林彦迪，57岁，伫官方公告的食酒赛车和拒测的名单，定定拢看到伊。对2022年开始，敢若伫台北市都有7摆拒测的记录，加起来罚超过500万。即摆是因为摔车才互做酒测。
驾驶人拒测，则依道交条例第30条规定，会处新台币18万元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跟吊销驾驶执照。在我们实务上，这个案例是大概不到1成啊。面对驾驶人拒测，警方嘛干会当甲开发，袂当强制酒测，嘛互有心的人弄这个人旁，驾酒赛车拢拒绝酒测，安怎罚拢罚袂惊，同款是无照驾酒赛车。道民代建议交通部爱修法，若是拒测，就当场甲人扣落来。我觉得应该要修法。第一个，不能够拒绝这个酒测。如果你现场拒绝酒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当场把你留在现场，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强制的动作。若是拒测造成真侪问题，来看较早的案例，讲卖讲有真侪驾酒赛车的累犯，就算已经驾酒赛车几啊摆互掠包，坐加几啊摆，嘛是同款无改。你车阁无车牌。然后你即摆规条路拢处理。这就台南这个老先生已经3摆驾酒赛车去坐监，去年底关出来了后，阁互掠着驾酒骑车，进前阁互判刑7个月。明明国内已经修法加重刑罚，加严定考照的定数，增加讲习的时数，但驾酒赛车再犯的问题并无变好。执行酒驾案件裁判确定有罪的人是204867人，但是有96%都判处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对于酒驾者，对他们的吓阻力就会减弱。就算处罚驾酒赛车已经提悬刑度，但是实际判的无够重，无法度有协助的效果。民间阁补充讲，对驾酒赛车的累犯是驾酒调调的问题，相关甲因治疗的介入协助，政府阁有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食真好，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8岁以上的民众有5成，一半的人体重拢伤过重、伤大颗。最近呢，就有一款减肥车真热门，也毋过国际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讲，做这款减肥车停无住了后，1年过后，体重颠倒会增加14%。所以医生嘛提醒民众，总共有要减肥，爱靠运动甲健康的食食较实在。就是这款本地用来治疗第2型糖尿病的糖蜜素药啊，大家叫伊减肥车，因为会当帮助控制血糖，做了无啥想要食物件。最近互广泛应用伫减肥的疗程内面。不过，国际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这减肥车只要一停止住，都会阁变大颗。因为药物效果太好之外，另外第2个就是你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你的生活饮食模式不能够继续在停药之后继续维持。这项针对减肥车药啊并健录的减肥效果做的大型研究，而且看伫去年国际上有名医学期刊《JAMA》研究团队互受试者使用36礼拜了后，平均差不多减重2成，等于是缩胃手术的效果。接落来再甲受试者分作2组，持续追踪1年，结果发现讲无停药啊的这组是持续减重差不多2成5，但是停药啊的这组是明显阁肥转来，体重差不多增加1成4。不过医师嘛警告讲，毋是大家人拢适合使用减肥。它本身有肠胃的问题，比如说它有比较严重的胃食道逆流、比较严重的胃溃疡，打了或者是吃了这个药物之后，那会把这些疾病更严重。所以假设它本身就固有一些肠胃道疾病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使用。医师提醒民众，想要持续维持好身材，嘛是要靠规律的运动和健康食物件，而且减肥车是处方药物，必须要经过合格医师诊断评估，千万莫去网络买来路不明的药啊，才袂散袂成，阁颠倒伤害身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大寮排水沟17日时，有民众通报讲，个沟啊，就亲像即马安尼看起来。红红记记，那真就是有人偷排垃圾水。高雄市环保局就沿路去巡，有掠着一间做纸工厂，是甲红墨水无经过处理，就直接倒入去沟仔底，即马造成污染，除了会互开罚单，嘛要求业者爱随改善。橡皮内底大寮排水，唔知去互啥物物件倒甲规条红记记。民众17下晡伫高雄大寮路附近看到安尼，感觉无对同，赶紧翕相通报高雄市环保局。环保局稽查人员随出动，一路对水头吹起哩，发现造成沟仔水变红的凶手是一间纸批印刷工厂。没有啦，那个我跟你讲，因为你看你的那个，要老回来啦。纸器印刷工厂。清洗油墨废水未经妥善处理，自排浑浊废水污染大寮排水，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加装废水处理设施。
业者无照期间处理油墨废水黑白牌，环保局表示，进前拢无人反映，这是头摆接到检举。不过有民众私底下表示，这间工厂的废水定咧黑白道，化学味足重。记者18早起实际来到现场看，业者摕线打灯咧甲红色的混食抹掉，镜头摇较我咧甲看，其实工厂阁有油讲出来排水，花边毛蓝色的混食。有附近民众讲，这个环境确实无介好。我来遮做2、3冬啊，我嘛无去注意看到水沟啊，但是我来时就食太高，哎呀，一直。潮是还好啦，但是我感觉无介清气咧，就太高啦。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讲是机械故障造成的。高雄市环保局除了开单处罚以外，也要求业者伫咧废水处理设备也要做好势进前，袂使阁排水。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因为台南的农作物因为青豆丁的关系，受损是真严重。因为即马有台南市议员是积极防治感真正有效果，那会愈掠愈济。农业局有表示讲，确实掠到的数量即马是比去年加2倍。因为呢，这是青豆丁外来种，佮无天敌真够生炭，所以嘛讲短时间内要全部清掉，确实是真困难。一只青豆丁闭伫咧树仔顶，若无详细看，根本袂发现，因为伊的色水掺树丛，真烧香。青豆丁是外来种的一种，是农民上介找的成本之一，因为会偷食作物，造成居民困扰。即阵有民大反映，台南区青豆丁愈掠愈济，甚至真侪乡亲顶前徛街附近嘛常在出现，这支农业局的防治效果。啊，你若做侪就会惊啊，当然啦。台南其实蛮多的嘞，真的。对，因为在那个中华南路，就是要过坟墓，我先生有看过好几公尺大的。有人讲弯刀附近不是只有一只，是有好几只在晒太阳。那1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变少，而且是越养越胖。青豆丁伫台南生炭，主要是和在地溪流有关系。农业局讲，这款物种分布伫咧三亚强溪、二林溪、甲北江溪等所在。市府目前嘛有请厂商集中人工伫各区咧掠，今年掠到的数量比去年加2倍。农业局今年按算要消灭3万只，嘛会加强防止青豆丁往北拓开。母的它都不断在生，不断在下蛋。所以说它的孵化率如果50%来讲，它一次可以生20颗到80颗。第一个流域里面会进行移除，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提防这些的公共设施，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也避免民众恐慌，所以说我们也会针对这3个部分进行移除。即阵除了南部地区有出现外县市嘛有青豆丁的形影，农业局回应一直拢有咧加强做消灭的工作。不离去这款外来种，坦白讲无天敌，兼介高生介高炭，地需短时间内要甲消灭，确实有影真恶做。伊嘛会有乡亲若看到，通卡1999通报，市府会随派人到场处理。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最近这几年呢，新建案的公共设施的比例真悬，有引起争议，所以内政部即马嘛有提出改革的方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伫昨昏因就开公听会，是批评讲内政部改革的方向是甲停车位、车道使用空间遮必须爱用钱来买，是买的人专有的。若安尼，其他的住户若是要过路，也是要用，安尼恐惊有纠纷。内政部国土署表示，这部分会阁讨论。即马厝愈来愈贵，民众对厝的公设比甲虚平的问题真不满。内政部提出虚平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检讨用这个计算停车空间的分配，抑个一般电梯正式正制免计算用这个项目。因应内政部将要提出建筑技术规则修正，抑个有公告。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则会开公听会。专有部分如果太多人共有的话，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成本，会有很多的纠纷。到时候表决权其实就会出问题。如果把它改成专有部分，这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哈。那可是呢，这个配套呢也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有关于没有够车位无偿通行的法源到底是什么？或者对停车空间的分配看法无同，即马内政部的方向是包括停车位抑个车道使用空间变做有买车位的大户专用，会当发扩增。不过学者认为，若是属于社区的通道，无买车位的人是毋是当无偿使用？抑个就是车位敢会当卖互社区大户以外的人？你们应该有更清楚的数据评估来论证，因为我把梯厅算进去了，我把
管委会空间缩减了，所以会有什么效果？甚至在不同规模的基地会产生什么效果？要若用这个计算，内政部也检定管委会使用空间的楼地板，若是无超过基地用这个1%，会当减少公设比。民间团体表示支持，不过要让消费者甲民众更加了解免计项目精检了的实际效果。一般电梯放到免计的项目的部分，几个案例来做实际的试算，这样大概会降低1到2%。停车空间的登记的部分，那个地方会影响稍微比较大一点。内政部讲，为着要鼓励装电梯，甲电梯列入免计算用者。另外，对建筑技术规则修正公告，虽然也会经过讨论，若是确定要实施，按算伫咧年底进行会有过，并且保留缓冲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主席陈铁文伫顶一日又去参加白色恐怖追思会。追思会内底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中国间谍吴鑫，有引起议论。民间团体和学者昨开记者会，认为国民党用中国间谍来解说白色恐怖，是咧颠倒历史，互转型正义倒退路。当期关心转型正义的519行动组合召开记者会，因针对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伫咧这个月初去参加一场白色恐怖的追思会。追思的对象之一包括中国间谍吴鑫。研究白色恐怖的历史学者认为，伫咧追思白色恐怖的场合追思中国间谍，完全是咧颠倒历史。白色恐怖的真相是，当初有千外位无辜的受难者去互人枪杀。我是认为讲。咱台湾的社会要有家己的主体历史意识。519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共谍嘛，吼，啊，这是国民党家己无能嘛。国民党就是利用这种的对历史的滥用、乌白用吼、乌白斗啊骗选票。我这是足无应该。由关心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筹备小组转变做519行动组合的民间组织认为，国民党讲起来应该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毋是受害者。而且中国间谍也毋是过去的代志，现在台湾内部也有真侪咧替中国做代志。国民党嘛爱汲取历史教训啊！你跟中共合作绝对没有好下场，这因的历史都讲得足清楚啊。很多的匪谍都渗透到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会从中国大陆瓦解，被瓦解，然后败逃在台湾。另外，民团长期以来也一直推动，希望将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列做国定假日。但是，进前国会咧讨论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时，却无甲伊加入去，互真侪受难者感觉真艰苦。所以，若要求立法院甲即间的纪念日加转来，袂当因为政治的立场无同，就甲白色恐怖的重要历史抬掉去。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全国基本竞赛，今年是伫台中办，其中内底有一个比赛项目是较新的项目，或者拓架剧场，有台机组、客机组甲原住民机组。即摆是传出主办单位要求选手伫结束的时爱用华语来说多谢。经过抗议了后，这项规定即摆取消啊。有台机团体就认为讲，应该是爱训练每一组的工作人员去了解无共款的语言，毋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读书时，等待评判的提问。谢谢大家。这是全国语文竞赛拓架剧场台机组的示范影片。结束的时，选手煞是用华语说多谢。今年比赛是台中市府承办，17日咧网络顶有民众反映讲，承办单位要求拓架剧场的各组选手，伫咧最后爱用华语讲谢谢，避免工作人员听无时间算唔对。但是讲母语的比赛项目说方要求爱讲华语来做结束嘛，引起议论。语言意识吼，还有对这文化的尊重，其实是已经欠缺。教育局应该爱改进吼，啊，包括未来伫咧学校教育嘛要有正确的观念，互咱下时囝知。有台语团体认为，应当爱训练各组别的工作人员，了解无共语言安怎说多谢，毋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嘛指出，真侪项目在比赛进前说明规则的时，嘛要是用华语来讲，应当爱改进。另外嘛，就要重新检视全国语文竞赛的目的和精神，避免佮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爱训练啦，所以咱应该是去检视讲，咱要安怎促进这个语言的使用。伫比赛内底，应该迄个语言的项目，就全部拢用迄个语言来进行。
经过大中市议员和教育局反映了后，17伫咧全国语文竞赛筹备会开会了，嘛已经公告，土家局长无论是倒一个语言组别的选手，都唔免用华语圣斗下来结尾。后续我们做这样子的检讨，的确是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说，任何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国家语言，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重回我们的竞赛的规定，只要是竞赛员开口进行文本的表述，我们就会按下码表开始计时。那如果他停止表述，我们就会停止计时。咱来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决赛的时间分做2阶段，亲像演说、朗读、含字、音字形等等的个人赛，是伫咧11月22含23。另外，土家局长这款团体赛是伫咧11月30举行。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英国的检校书店公布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 parasocial， 是形意社交关系。这个词的意思是讲，观众也是迷众，是对一个从来拢毋捌接触过的爱豆，也是梦情，甚至是 AI 的机器人，产生单向的感情连结。因为这款感情因为是单向的，所以拢是家己想，家己着。流行家天后泰勒斯宣布甲美式卡球员凯尔斯订婚，全球迷众拢献上祝福，听到甚至就像面对亲密的家人，也是好朋友共款。I've been a Swiftie since I was 6 years old, so I've seen her go through all the relationships and breakups and always come out on top and happy, and I think she deserves love. 虽然互相毋捌真正面对面互动，也无建立实质的感情连接，真侪人犹原会对向往也是信任的爱豆、名人甲网红产生单向的心理依附，甚至这种感情对象可能是虚拟的 AI 台港机器人，也会当互人得到安慰甲陪伴的感受。受到社群媒体甲演算法推播的影响，这种现象愈来愈普遍。英国剑桥书店就安尼选出 parasocial 以社会关系作为2025年度代表字。反映现在社会中愈来愈侪人将感情寄托建立伫单向关系上的趋势，这甲社群媒体深入人的生活真有关联。剑桥书店这摆收录的新语词，多数甲社群媒体文化、甲生成式 AI 发挥大的使用有关系。像有影响力的语词 ，slow 记的就是低品质的网络内容，特别是 AI 生成的资料。你们反而讲的是某一个事件图像，也是进步会被演化。剑桥今年收录6000多个新语词，包括司机比例、司机网络被音字表示真酷真嗨，有时甚至无固定的含义。那伫愈愈关注，伫愈许诺，形容活伫幻想的世界对事物抱持无实际毋茫。另外，也有 Chatwife 是 Chatwife 的组合创新之一，是伫 Instagram 甲 TikTok 上流传的争议性热调，倡导女性爱回归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用字。剑桥书店编辑表示，只有持久性的语词才会互收录。今年的选字也显示，社群媒体甲网络文化对现代语言演进的重大影响。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是1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有28度。东部的温度17度至25度，外岛是13度至21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尊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